今日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6月17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箴言第8章第4節到21節，以弗所書第5章15節到20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智慧者。基督徒愛追求智慧，但毋是屬於世間的聰明甲智慧，乃是屬於上帝的智慧。所羅門的智慧之言一再咧強調，基督徒應該愛追求上帝的智慧，透過敬拜上帝來得到智慧。因為當咱來親近上帝的時陣，智慧就咧呼叫咱。當咱若接受到智慧，就會離開遐個愚妄的代志。追求智慧的人，應該都愛行佇上帝的公義的道路，追求公平。箴言第8章第4節到21節經文安尼講：眾人啊，我叫恁；世間人啊，我對恁講，戇直的人啊，著學習精明。愚妄的人啊，著追求聰明，著聽我要講極其好的事，要論正直的代志。我的喙講真實，我的喙脣掩惡赦惡。我所講的話攏公正，無彎曲，無歪錯。明理的人攏會當了解。有知識的人攏會當看做正確，接受我管教比得到銀較好，得到知識比得到純金較好，因為智慧比紅寶石較好。人所喜愛的攏袂當甲伊比，但是智慧互人精明，互人有知識了計劃。敬畏上主，就着掩惡赦惡、驕傲自大、赦惡的行為，以及頑強的是非，攏是我所厭惡的。我有策略甲真的知識，我聰明有能力，君王靠我來統治，統治者通過我定公平的法律，王親貴族、世上的審判官，攏靠我來掌權。聽我的，我嘛聽伊；懇切找我的，會找到。好業甲尊貴是我所賞賜，久長的富有甲繁榮嘛是我所賞賜。我互人的果子比金比純金較好，我互人的收成比純的銀較好。我行公義的路，行公平的道路，互聽我的人得到財富，互因的財寶滿滿。佇信仰上咧談論智慧者，並毋是親像東方人所講的迄個智者愛山，咱是愛學習謹慎的言行，袂當像愚妄人共款。智慧者是愛敬畏上帝的人。所以就安尼，就愛用詩篇、詩歌、靈歌來對唱來學樂主。以弗所書第5章15節到20節，保羅安尼講：所以恁的行為着謹慎，毋通做無智慧的人，着做聰明的人，善用機會。因為現今的時代邪惡，所以毋通做糊塗的人，着明白什麼是主的旨意，毋通酒醉。酒醉會互恁敗壞，反倒當互聖神充滿，着用詩篇、聖詩、靈歌對唱，對心底唱聖詩甲詩篇來稱讚主，着靠咱的主耶穌基督的名，為了逐項的代志，時常感謝天父上帝。詩篇124篇，以色列着講：若毋是上主為咱，若毋是上主為咱，
人起来攻击咱，对咱发出受气的时，早就甲咱活活吞落去。大水早就甲咱冲走，大鹰早就淹灭咱，凶狂的水早就甲咱淹死。咱着称赞上主，因为伊无将咱交互对敌拆落绑。咱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仔的人的罗网，罗网破裂，咱着得到逃脱。咱得到帮赞是靠上主的名，伊是天地的创造主。恳求上帝帮助阮专心来追求属天的智慧，来离开世界甲愚妄的作为，行伫这个公义甲正直的路，用性命来上赞主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